繼續來看高雄岡山基地 T34的教練機墜機，機頂2位中校，41歲羅貴佑，甲46歲郭俊南來殉職。其中，這個羅貴佑的爸爸再度來鋪文，講後生除了飛行的專業之外，嘛真會跳國際標準舞，甲太太就是跳舞熟悉的，曾經是比賽的選手，得過真儕獎。這爸爸是真傷心，講後擺看袂到後生表演咯。穿白色恤處，佇咧舞台甲太太表演雙人舞，空軍岡山基地 T34教練機載落來，其中一位殉職中校羅貴佑，除了飛行專業，閣有維持20多年的國標舞專長。羅貴佑的爸爸昨暝心肝脆氣，閣一擺鋪文，問天公伯啊，敢是怨賭人才？拋出真儕張羅貴佑表演的相片，講伊早年甲太太因為國標舞熟悉，捌是比賽選手，摕過真儕獎牌和獎杯，想袂到看袂到後生比賽和演出。23樓得獎的獎杯，爸爸永遠留來紀念。大家以前都是玩在一起，大概20幾年的時間，幾乎每個禮拜都會見面的非常好的朋友，一定是會很難過，這是一定的啦。他太太也是很傷心啊，就是一看到我，就是整個眼淚就下來。因為學校的社團熟悉，每禮拜攏會甲羅貴佑見面的張老師，因為老朋友先行一腳步，伊嘛真唔甘，嘛講到羅貴佑做人正辦。對國標舞真有熱情跟想法，是他們會舉辦慈善舞會，把那個錢捐出去給很多弱勢團體。從那個舞蹈的互動中，就可以感覺出來他們的感情非常好。羅貴佑甲太太逐年8、9月攏會參加舞展，翁仔某兩人感情真濃。如今太太失去翁婿，互人艱苦個悲傷。今日透早，國防部長顧立雄和高雄市長陳其邁嘛來到殯儀館吊念會館。撫恤金的部分，我們都是一定會重優撫恤，包括最近為上校，那我們會總統來核定。意外奪走會館性命，舞會和團連長嘛減一位身險，敢會立中烈士，國防部會尊重家屬的意願辦理。